嗨嗨，我係小蘭啊，我哋又出去玩啦。提起大埔區，一般都會令人聯想到有農場啦，有街市食海鮮啦，同埋去海濱公園影花啦等等。今日就等我帶大家去用半日嘅時間同埋最低嘅消費去體驗一下大埔區與眾不同嘅風光啦。第一站我哋會去綠匯學院，由大埔墟站嘅 A2 出口出，一直靠右邊行，見到路牌，再行多10分鐘路程，咁就抵達㗎喇。佢係活化咗嘅舊大埔警署，變身成為一個以助人自助嘅模式，向大眾推廣永續生活嘅基地。裏面仲有一個有機食堂，可以品嚐主要由本土食材製作嘅健康食品，同埋一啲教育推廣咁樣。仲有職員講解嗰啲樹木嘅生長狀況啦，同埋功能添啊！原來今日晏啲呢一度嘅來源都仲會有搞活動添啊！代表咗佢嗰一年咧受過傷啊！之後我哋向住小山坡向上行冇幾耐呢，就去到另一個建築物啦。呢度就係香港童軍總會啦。呢個維多利亞式嘅紅磚頭外牆呢，真係令人有一種英格蘭嘅傳統建築物嘅感覺，真係好懷舊啊，仲好有氣勢添。事實上，佢嘅前身就係殖民地時舊北區理民府啦，佢負責司法仲裁啦，同埋地方治安等嘅工作㗎。我要嚟嘅地方呢，就係呢度位於大榮會嘅味道好食品啦。呢間雖然細細地嘅小食店啦，但係最受街坊歡迎嘅呢，就係呢一款原味嘅雞蛋仔啦，只係賣緊10蚊啫。因為我哋而家都未肚餓，所以只係幫襯咗呢一款嘅雞蛋仔。佢搣出嚟嘅呢，每一粒呢都好脆口㗎，啲雞蛋味仲好濃郁添，真係好值得推介㗎。都好脆㗎，因為原味嘅，10蚊就好抵食㗎。第4個地點呢，就係去附近嘅香港鐵路博物館啦。以前嘅舊大埔墟火車站原址，佢建於1913年，服務市民去到1986年呢之後，就由新大埔墟站取代咗啦。雖然我嚟過呢一度都好幾次，但係每一次都有唔同嘅感覺㗎。特別係用拍攝嘅手機都換過個新嘅。攝像嘅質素亦都提高咗唔少，影出嚟嘅效果同埋質素都唔同晒啊！跟住徒步經過錦山路、錦石新村、石鼓龍停車場同埋上斜嘅小瀝青路，行大概30分鐘到啦，就嚟到太國寺㗎啦。由海法師建於1953年嘅呢一個廟，每逢泰國嘅重要節日呢，例如潑水節啊、手下節，都係一班信徒嘅聚集地嚟㗎。廟後方仲有一條溪澗同埋一間好神秘嘅樹屋添啊！
6個要去嘅地方呢，就係下午茶啦。向住回頭路一直行到去太和廣場，嚟到香葉灣，叫咗個豬頸肉冬陰功烏冬，叫咗2杯凍檸茶小冰同埋雞柳扎肉米粉，味道真係唔錯喎。2個餐都係87蚊咋，真係性價比高啊！呢日嘅行程最後一個景點就係今日嘅重點要去嘅地方松仔園啦。又稱大埔坳自然管理區，佢係前港英政府咧喺1920年代喺呢一度進行植樹，主要種植嘅係馬尾松，所以稱為松仔園。喺太和廣場坐73A 巴士咧，就可以抵達到松仔園正門入口嘅旁邊㗎喇。松仔園行山路線咧，一共有4條，分別有藍色、黃色、啡色同埋紅色。今日我哋就揀咗紅色呢條路線。全程嘅路線所需時間大概係個半鐘頭左右㗎咋。當中冇太多嘅梯級起伏，屬於 BB 級嘅路線啦，都好啱小男㗎。經過見到唔少嘅柳紋樹根縱橫交錯咁，仲生滿咗好多樹葉同埋青苔嘅大石，仲經過咗一個溪澗小水池添。一邊行一邊打卡都好輕鬆啊！就係咁就完成咗半日嘅旅程啦。影片中嘅景點資料呢，大家可以去下面嘅資訊欄嗰度揾到㗎。請大家訂閱呢個頻道同埋點讚咯。我哋下次會去另一個景點嗰度度假㗎，下次見啦！